願主與你們同在。恭讀聖馬竇所載的福音。那時候11位門徒起程往加里肋亞，到耶穌給他們指定的地方去。他們一見到耶穌就俯伏在地，雖然有人還在疑惑。耶穌走近他們說：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都交給了我，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，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受洗，教導他們遵從我囑咐過你們的一切。我天天同你們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終結。上主的話。請坐。當我哋細心去聆聽反省今日聽嘅幾篇聖經，宗徒大事錄、保祿宗徒寫俾厄弗所人嘅書，同埋我哋剛才聽到嘅馬竇福音，好清楚耶穌升天之前交低咗傳教嘅使命俾宗徒，亦即係俾教會。所謂傳教就係教會擁有呢一個權利，好似耶穌一樣有赦罪嘅權，救靈魂從罪惡同魔鬼嘅境界中將佢哋帶出嚟，成為天主嘅仔女，好使到呢一個人生完成之後，我哋能夠有份喺天國享受永福。所以呢個使命係任重道遠嘅，因為人人都有得救嘅權利。所以教會呢個使命就係喚醒每一個人，你需要救恩，就算佢唔覺得需要，實在佢係需要，不過係在於佢幾時知道自己有呢個需要啫。不過教會嘅使命，我哋知道除咗盡我哋人嘅力量係唔夠嘅，我哋都要有教會，有天主俾教會恩寵，我哋先至可以做得到嘅。今日耶穌升天交低咗做嘅使命，去到下個主日，我哋慶祝聖神降臨。喺聖神降臨節，我哋就會睇到教會得到嘅力量係從邊度嚟。但係我哋今日翻去耶穌升天嘅呢個節日裏面，要慶祝嘅目的就係話俾教會聽，我哋秉承咗一個使命，好似耶穌一樣嚟到呢個世界，向人推介天國。耶穌講係佢嘅責任嚟嘅，接受係人自己嘅自由。教會都係一樣，我哋努力去傳教，別人接唔接受係佢有自由，不過佢唔接受係自己嘅損失。耶穌降生嚟就係要話俾我哋聽，天主願意同人大和解，只要人相信耶穌，聽佢嘅話，跟隨佢，我哋就能夠得到天主百倍嘅聖寵，天主兒女嘅生命。不過可惜，人類嘅自我中心、自私心、自我防衛嘅呢一啲機制，破壞咗呢一份本來係好單純。我哋相信天主嘅恩寵無條件俾我哋，不過我哋嘅機心太強，所以令到我哋好難接受呢個耶穌基督。有人同我哋交往，有時我哋都有呢個反應，唔好話同天主嚇。有時我哋睇翻我哋嘅交友經驗，哇！嗰個人對我咁親切、咁殷勤，係咪有目的㗎？佢咪會唔會喺我身上所攞啲着數啊？又或者想利用我啊？咁可以同信仰都會一樣。教會咁親切，樣樣嘢咁容易，係唔係有目的㗎？係咪想利用我哋啊？咁因此咧，促成我哋人嗰種防衛嘅機制啟動咗之後咧，然後讓人與人嘅好單純嘅關係咧，加咗一重一重又厚又堅硬嘅關卡，讓我哋人嘅關係變得越嚟越疏離。教會嘅傳教就係要打破呢種疏離，讓人嘅關係變得正常化、公平正義同合理化。我哋成日都話四海之內皆兄弟，大家都係天主嘅子女，本來就係應該咁平順，應該係咁殷勤。
不過好可惜，人心呢被魔鬼污染，我哋都戒心特別強。不過我哋又咁樣諗，如果你嘅真意、你嘅真誠、你嘅真愛係打動到別人，所以基督徒同一時間除咗好着重信仰，我哋都着重靈修或者我哋嘅品格修為。我哋有4個方向值得我哋基督徒自己反省嘅。人貴在真，我哋對人有幾真誠呢？呢個值得我哋反省。有多人成日都會挑戰我哋基督徒，話我哋好虛偽。呢句説話，人貴在真，值得我哋同自己反省。同人相處嘅時候，我嘅真誠度有幾真切？品貴在純，我嘅品格有幾純正，有幾純真？讓我哋都能夠花時間去培養品格。心貴在誠，誠實忠信。一個人嘅心最緊要有呢樣精神。最後口貴在嚴，我哋能夠鉗制自己嘅口舌，唔講是非，唔去判斷別人。我諗呢一個嘅生活態度能夠做到呢4點，我哋相信都能夠保持住，亦都培養我哋成為一個心地善良、不貪心、不執着、多反省、多做事、少說話嘅人。願神父成日都推動一個叫做自然靈修嘅，喺我哋自己個人嘅修養、個人生活之中，如果能夠做到以下呢4點，係中國人嘅精神啊！呢個都係自然靈修嘅內涵，做到隨遇而安、順其自然、逆來順受、順水推舟呢一啲咁順住自然、順住品性、順住嗰個別人嘅需要嚟到去做事待人，我相信我哋一定能夠好好咁同人建立一份關係。好嘅事我哋要多學，壞嘅事要戒備，努力做好自己，做一個透明度高嘅人。我哋成日聽人講無事不可對人言，係一個好坦蕩蕩嘅君子能夠有嘅胸襟，好冇秘密，咩嘢做嘅事都係光明磊落，可以講得出嚟，可以話到俾人聽，人哋睇到嘅。簡樸嘅生活，我哋成日都聽，生活唔單止喺物質上，喺精神上都要追求嗰種斷捨離，心中唔好有太多慾望貪念，呢個係斷捨離嘅精神。無憂無慮快樂嘅人生喺我哋嘅生活中能夠活得出嚟，唔放負帶平安。我相信基督徒能夠活出咁樣嘅生活態度，我哋就能夠成為一部行走嘅福音，讓人喺我哋嘅生活言行上睇到天主嘅慈愛，加以羨慕，而唔係避之則吉。信仰耶穌基督嘅人，如果能夠活得平安、寧靜、溫良、和順，必然係人見人愛嘅。雖然我哋都明白，曹操都有知心友，劉備亦有對頭人，冇人做到十全十美，你唔能夠令所有人都滿意嘅。不過我哋盡量做好自己。如果我哋真係按真理做人，做事係心安理得嘅話，我哋又何必去介意別人對自己有乜嘢品評呢？基督徒嘅信仰同埋靈修，就係要我哋喺生活中實踐聖經嘅教導，唔執着世間嘅福或者禍，唔介意好運或者厄運，唔矮化自己，亦都唔好貶低他人。信仰天主，忠心不二，擇善棄惡，呢個係我哋基督徒要有嘅情操。所以傳揚天主信仰，除咗口傳之外，我相信每一個教友嘅現身說法，用我哋嘅生活言行去講出聖經嘅教導，係最有力，係最有效。所以點解堂區好努力去推動教友培育、靈修培育？
因為如果你只有信念，你冇修養，你冇耶穌嘅精神，你一定唔能夠讓人認識耶穌嘅。今日教會除咗慶祝耶穌升天節之外，亦都係慶祝社會傳播日，鼓勵我哋善用資訊媒體去傳遞福音喜訊。其實神父以為用乜嘢媒體嚟到傳福音呢？其實講到尾唔係最重要嘅，最重要嘅係你傳嘅信息有冇內容，有冇餡嘅，吸唔吸引到人嘅，並且傳信息嘅人自己嘅生活有冇說服力。如果冇說服力，我哋就算好歇斯底里地去宣講，都唔會有人聽嘅。一個言行忠信於天主嘅基督信徒所傳嘅信息，必然係會產生好嘅後果嘅。我哋一陣間喺禮儀中會有一啲小朋友初領聖體同埋領洗，佢哋透過父母嘅善言善行，透過導師嘅教導，小朋友都能夠被點着個內心去相信呢個耶穌。更何況我哋大人咁有名悟、咁有學識、咁有經歷，我哋一定聽到呢一啲嘅道理，我哋自己懂得去分析合唔合理，對我哋有冇幫助，讓我哋聽到天主嘅聖言之後，我哋能夠有反應，亦有回應，咁樣福音喺我哋嘅生命中先至起到作用嘅。而家讓我哋靜默一陣，為我哋每個人嘅信仰，為嗰一啲未接受信仰嘅人，能夠早日得到天主嘅恩賜，讓信仰喺佢哋嘅生命中都產生效果。